后来最近拢是吹真强的西南风，南部沿海有不少用来饲蚵仔的玻璃笼甲废蚵仔架，风冲上花。尤其是龙里门溪北边的大港国家公园的海岸线上界严重。环保团体批评讲，真侪年咯，这个玻璃笼的问题一直无来解决。啊，饲蚵仔业者是讲，已经开始咧研发着替代玻璃笼的材质，但是需要时间。 环保团体出动空翕机翕到这画面，海岸边大大小小玻璃笼，也有竹仔做这废蚵仔架，拢总冲上花。最近吹强烈的西南风，这饲蚵仔废气物，甲台南龙里门溪北边的大港国家公园变做这款模样。就6月5号沙滩上面还算干净，但是到了7月5号的时候，整个沙滩上面面目全非，然后又是科架，又是竹子，又是保丽龙，然后有数千、上千个那么多。环保团体批评蚵仔季节6月底结束了，海岸线就看到这款的景象。 真侪冬过去拢无改善，但是蚵仔龙嘛讲，伫无代替玻璃笼材质出现进前，伊嘛是真无奈。毕竟吼，阮咧做头路，但是重点物件去甲恁污染掉，当然啦，阮家己嘛是迄落过意不去。饲蚵仔大本营台南市府即马总算定出规矩，一定要办法或者是用环保渔具，如果所谓违反规定的话，一个棚子、一个棚、一个科棚要花1万块钱。 海岸线要清气美丽，饲蚵仔产业是要顾生活，希望赶紧找到会当代替环保用具，互产业甲环保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